咁我都係好多個 X 嘅其中一個。X 咧，即係大家會喺新聞報道見到性侵犯受害者嘅代號。咁我經歷過性侵犯，報過警，上過庭，最後咧因為法律漏洞，對方係無罪釋放嘅。呢幅圖咧係我係證人上庭嘅時候嘅視覺嚟嘅。辯方問咗我好多問題啦，包括我嗰日係唔係着住熱短褲啦？點解唔打佢、咬佢、踢佢？點解唔大聲呼救？點解會喐唔到？等等。呢個辯方將受害人嘅創傷反應變成一個武器嘅做法咧，其實喺法庭上係好常見嘅操作嚟嘅。辯方咧仲花咗好多時間問我案發嘅時候插入咗幾多下、幾多次、持續幾多分鐘、停頓咗幾多次同幾多分鐘。嗰時咧，我好努力咁樣做一個誠實可靠嘅證人啦，所以我好努力咁樣回想，但係答嚟答去咧，都淨係答到大概幾多分鐘或者唔記得。我覺得自己好廢，但我隔咗好耐之後諗翻先發現，如果我今日問在座嘅每一位，你哋最近一次發生性行為插入幾多次、幾多下，每次幾多分鐘，停頓咗幾多次咧？我相信冇一個正常人係會答到嘅。咁我唔知點解一個咁荒謬嘅問題咧，係可以一次又一次咁樣喺庭上面用嚟問受害人。如果你都答唔到咧，你就會好似我咁，俾法官形容為事主嘅供詞缺乏細節。如果親身經歷咧，必可描述得到。所以證人非誠實可靠嘅證人，呢個係無罪通知書啦，就係審訊之後警方 send 俾我。咁成個審訊過程咧，我好努力咁樣回答每一個問題，提醒自己要冷靜、深呼吸，要清晰回答，庭上面嘅人先會知道發生咗咩事。最後被告無罪釋放，我以為係自己表現得唔好。但係我慢慢發現，原來我點樣答都唔重要。原來辯方只係透過問帶出去想講嘅故事，最後再加一句可能誤會咗。原來我係唔會有機會反駁，被告甚至係唔需要出庭作供，審訊已經完咗啦。如果法例對同意嘅定義係明確嘅話咧，我嘅僵硬同埋冇反抗咧，唔會喺庭上面被扭曲成為係我引起對方誤會啦。如果法例係要求被告要得到對方嘅同意咧，我唔會喺庭上面咁多時間俾人問我點解唔打佢、踢佢、咬佢。我覺得就算最後結果係一樣，即係被告最後都係無罪釋放咧，我都會希望社會嘅討論唔會俾而家嘅法律漏洞主導咗，唔會因為我哋決定上庭指證被告，反而係令到我哋或者其他受害者係更加難回復我哋嘅日常生活。一路喺個司法程序入邊咧，其實我哋見到好多時我哋嘅當事人咧，佢哋會被問及好多時假設就係話啊，你發生咗事，你係一個暴力事件，你應該要走啦，或者你反抗啦咁樣。Common response 咧，其實另一個理解或者其實更準確嘅理解咧，係一個當事人佢哋嘅自衛嘅機制，而保護翻自己，除咗走去反抗之外咧，其實僵硬咗都係一個情況嚟嘅。嗰個身體嘅反應有陣時唔到我哋去控制嘅，因為佢僵咗嘅一個狀況就係我遇到危險我就停咗喺度。香港嘅性罪行條例已經係半個世紀前嘅產物，最近政府終於話要推行，準備咗超過20年嘅性罪行法例改革。我哋性暴力幸存者倡議小組想爭取3點，第一樣係法律要講清楚，冇反抗係唔等於同意。沉默亦都唔等於同意。第二係冇問過對方嘅意願，係唔可以話自己誤。如果被告要話自己誤會，呢個誤會要係合理嘅。第三，法律要清晰定義乜嘢係同意，乜嘢唔係同意，要俾陪審團同埋法官有個參考。修例可以令法庭內外嘅討論變得不一樣。由以前檢討事主有冇激烈反抗，糾正翻去檢討被告有冇得到事主同意；由以前檢討事主有冇俾錯 signal，糾正翻去檢討
被告個誤會係唔係合理嘅。